咱甲奉主的名，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歹人的歹，到遮煞；义人你互伊徛在，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请兄弟大家咱三甲起立，来念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Oh
员兄弟，咱来用书读圣经来做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你是天下大开，你在这路马拉苏西，因为你的所在所报，一定是是那种有路，在上帝的下有我，今天那这个在的上帝的话语，越来在什么在实施，我信上帝，是我们道，是我们最下的，有这个话，永远的。请坐。咱三工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是伫启应文第5篇，就是诗篇第1篇。我来起，请兄弟来。列邦声出宣花，世上的君王站起来，要得定耶和华。讲，咱就踹断伊的捆绑，坐伫天顶的要笑。迄时伊要伫伊的生气中来对伊讲：主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囝。你求我，我就将列邦互你做基业。你要用铁拐拍挂伊。当你列王就有智慧，就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就用全真心行，因为伊伫伊生气，因为伊的生气要紧紧发出。咱三甲按下来祈祷，阮伫天顶的要创造天地的主宰，感谢主你赏赐万年互阮，互世贵运转，互阮啥物拢无欠缺。希望即摆是寒天，你悠然赏赐阮温暖的太阳，互阮正人通伫主日三工来学老敬拜主。这时阵，我要恳求主，赐互阮全教会长职同工，感谢因过去一年对教会付出，即摆众同工嘛咧准备2月7日的学会，求主赐互所有的同工有教因的智慧，有教因的能力，来甲今年济事工拢能完成。愿阮众人所做，拢得到主你的欢喜。这时，我嘛要恳求主，请你亲自来看顾阮的兄弟，即摆有伫厝的疗养的，也有伫病院治疗的兄弟，互因的身体能早日恢复健康。我嘛要来恳求主，因为阮众人对主你的信心，你着甲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赏赐互阮众人。因为信心的能力，阮众人着对未来一年充满盼望。所以，阮要用你主驾驶阮的体祷来继续祈祷。
当咱要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透过三处的经文上帝要来甲咱每一个人来对话第一处的经文是记载于哥林多前书第4章的第4节到第5节，我来读请兄弟来看。哥林多前书经书第4章第4节到第5节，因为我毋知家己有啥物通责备，总是我无对遮会得到称作义，独批评我的就是主，所以时未到，恁无得批评啥物，听候主教，伊要用光照入黑暗遮会隐密的事，显明遮会内心内的计谋。迄时，逐人要对上帝得到伊的懊恼。第二处的经文是记载于雅各书第4章的第1节到第4节。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恁中间遮的真切对倒落来？遮的烧三更对倒落来？敢毋是对恁的宴乐交战伫恁百体中的来？恁贪恋也无所有，恁杀人怨怒也袂得着。恁三更真切，恁无所有，因为恁无求；恁求也无得着，因为人三求。恁要开用伊伫恁的宴乐，恁才会有恁毋知，甲世间做朋友是甲上帝做敌着吗？所以你若爱世间做朋友就是做上帝的对敌。第三处的经文是伫加勒泰书的第5章16节到17节。加勒泰书第5章16节到17节。当我讲，恁着照神来行，就无正肉体的私欲，因为肉体爱攻击神，神爱攻击肉体，两个相对敌，互恁无行恁所爱行的。所以咱来听信歌队要用祈祷的时，迄时就好，带咱大家来学习咱的上帝。
所以咱要请杜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为何而做，为虾米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先关开始说，好好的习惯是祈祷。咱直直讲祈祷无错。顶礼拜牧师团去到韩国去参加双一的国际特会 ，Flu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一年一摆有做迄个双一系统的教会来参加。几千个人伫国际会议中心里面，亚洲的地区包括日本的、泰国的、中国的、香港的以及台湾。台湾有超过100外个人去参加，因为迄个领袖真济，我就讲一项尔，就是每一场的聚会中间，拢有真享受，也是真自由的敬拜。敬拜了后，伊个敬拜团也是诗班伫台下顶伫服侍会场所有的人，所以伫台下顶差不多敬拜团也是诗班拢伫敬拜，然后华牧师就是宣布讲，大家拢祈祷，大家就开喙祈祷，会亲的人开喙祈祷。毋是干那祈祷1分钟，是祈祷差不多半点钟。半点钟专心专意开嘴，所以这是我的真特别的经验，就是通常讲祈祷拢差不多拢是念念的。毋过即摆去到迄个所在，我听到规群的人开嘴祈祷，我根本就无听到家己的声音嘛，所以伫即个真长的时间伫操练伫祈祷的时候，我忽然间感觉，实在是祈祷这项代志需要继续伫操练。伫参加的会众的中间，嘛有几个人牧师去台下顶去分享伊的见证，有伫韩国的一寡的牧师已经心灰意冷了。教会我都带起来，所以伊就真灰心。后来伊拄着即个系统去做迄个辅导训练以后，迄个韩国牧师就大感谢讲：哇！我即摆诚做一个真喜乐、真幸福的牧师。台湾一个代表，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阿美族宗会的牧师，他受派到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很大间。但是人数不少，但是他形容这间教会是冷淡的，所以他去到那边，伊唔知影安怎去做教会，一直接受这个训练以后，伊迄个韩国的单位邀请伊伫台下顶分享伊的见证，有真侪人就感动。感谢上帝，互牧师团即摆的经验。会当看见教会是真兴旺的，教会是真富足的，嘛是伫无共款的背景，也是迄个形态中间会当看见上帝的福。所以我听到一个笑话，有一天电视迄个收音机讲，有一台车往高速公路逆向行走。迄个太太伫厝内面听到这个消息，哇！有一台车到高速公路逆向行走，意思就讲，伊的先生下班就会开高速公路，就马上打给他先生说：“要小心哦，高速公路现在有一台车是逆向的。”那先生开车接到电话，哦，是哦，他就开车，怎么我看见每一台车都在逆向？听我。有一位老师，伊当初去想要进入学校，对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伊深深相信，好的教育会当影响人的人生。
所以伊做老师的时，伊甘愿开时间去陪伴学生，嘛真有耐心去解说，一遍搁一遍，毋惊麻烦，因为伊知影，伊面对的学生，毋是干那去传授知识，搁较要紧的是塑造一个人的性命。不过，年久为深，年资加添，变监的制度介入了后，去做老师外在的期待愈来愈重，伊的重心就开始渐渐仔改变。伊开始去搁较在意的是成绩的排名，学生升学的比例，搁有别人是怎样去看伊教学的表现。所以随某伊有缘徛伫台仔顶咧教学，有缘拍拼完成伊的工作，毋过伊内心真看重的，早就毋是学生，乃是伊家己的表现甲经营。直到有一天，伊一位资深的老师甲伊讲一句话，讲：随某你无离开教育的工作，只不过看起来你已经失去教育的热情。我感觉即句话真有意思。嘛，提醒咱每一个人来思考，爱问家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安尼做？我为什么安尼做？这是出自上帝的呼召，还是干那是习惯、责任、压力，甚至是毋甘放落、毋敢停落来？你现主时所做的，有缘是上帝当初互你的感动吗？咱竟有保持当初上帝授予咱迄款的热情无？还是一切拢慢慢啊变做厌恶？人真容易将好得做看做是我做的是正确的。圣经提醒咱，上帝真正看重的，从来毋是咱做了啥物，可是咱是为着啥物个原因去做。伫人来看，一寡真可能是真合宜的，咱努力甲认真，嘛应该得到肯定。总是伫上帝面前，动机才是一个一切的关键。因为将来，当咱徛伫上帝面前，做了真济伫人眼中看起来是好的、正确的代志，若是无出自正确的动机，拢无法度得到接纳。就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圣经讲时间到，上帝要用光照入黑暗遮的稳物的事，显明遮的心内的计划。迄时，逐人要对上帝得到伊的乐乐。所以今仔日，咱咧思想的，毋是干那我做了偌济，可是一个搁较深的问题就是，我做到底我是为着啥物个原因来做？我的动机是啥物？圣经清楚甲咱讲，伫迄天，咱逐人着将家己的代志，伫上帝面前交代清楚。这是罗马书第14章所记载的。所有的人一定爱咱所做一切代志，对上帝交代清楚。这是一件无法度逃避，嘛无人会当代替
你去承担的代志，总是伫遮需要大心讲互清楚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相信上帝，接纳耶稣基督诚做救主的人，将来无需要搁较为我有得救无来接受审判，这项毋免，因为我已经接受耶稣，总是无代表讲基督徒无需要面对审判。圣经甲咱讲到真清楚，就是咱拢一定兄伫基督的面前来受伊的审判。逐人拢照着伊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的，无论是好还是歹，接受报应。这毋是定罪的审判，乃是一种奖赏的审判。耶稣所看的，上帝所看的，毋是咱做了偌济，做到有偌成功，嘛包括咱所做的事的动机、态度、态度有重心也无，动机也无正确。迄是人看袂出的心思意念，一切拢伫主的面前显明。这是一件真严肃的代志，咱要好好啊面对。所以保罗先生进一步提醒咱，任何的工程，拢需要经过非验的试炼，逐个人的工程好歹，伫基督的来临的日会互希。甲伊显露出来，因为是会试验逐人的工程的品质。所以，若工程徛会牢，人就得到赏赐。人所去做的，若互会受了的，伊就会损失。不过，伊本身得到救，亲像伫海中渡命出来的共款。这段经节形容的就是咱信耶稣的人，虽讲毋免接受有得救无的即款的审判，一般基督徒伫地上所有所做的一切，拢需要伫上帝的面前交代清楚。这就是今日讲道的关键，人的动机到底是啥物？有一个人，伊伫大学的时期，他已经立下目标，他35岁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企业的主管，所以他的计划非常的精密，他执行力也很强，证照啊、执照啊、升迁啊，各样的时间表都排好了，几乎没有一天是浪费的。这个人在旁边的人来看，他的人生没有迷惘。他动机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的人生是在就往前。高点134岁迄年，如愿以偿的坐在理想中的位置了，头衔有了，财富有了，办公室各样的都到位了。就在那一天，迄个人感觉真空虚。在整层办公室里面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心中涌现了一种空虚。后来一个老前辈跟他聊天，给他一个评语说：“少年啊，你一生都很打拼，很努力，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想要把事情做好，你只不过很怕输。”这句话简单的话，让这个少年人搁一摆诚实面对家己，原来一直以来的动力，毋是真的热情，是内心的惊吓，内心的比较，以及很怕输这个想法。所以不是使命驱动他往前，
是恐惧带领他不断的努力。所以目标正确，无代表动机是健康的。我讲过一摆，目标虽望是正确的，人的动机无一定是健康的。其实我家己嘛捌行过类似的路。我知道我要当牧师，我知道神上帝呼召我走服事的道路，但是在过去，上帝严肃的对付过我的动机。1997年，我领受真做传教者的呼召，23年前，23年前，我同时间考上了3家神学院。1间在美国，2间在台湾，其中1间是我毕业的台湾神学院。不过，迄当阵我一心一意只想要去美国，因为我向往美国，我渴慕得到虚荣，得到光环，有机会可以接近我的前女友，因为那时候牧师娘在美国念书，所以虽讲我领受呼召，我嘛准备去神学院了。不过，我去神学院的考虑的目的是为了家己，所以上帝就出手拦阻我。我申请美国签证2次没有通过。在台湾没有通过，我搭飞机回去香港，再申请1次也没有通过。迄当阵我真正失志。当时我是看到眼前的条件，我有想要去台湾神学院，因为我听不懂台语，所以那剩下2间的台湾的神学院，我本来选择了要去讲国语的神学院的。第一，我没有打算要学台语；第二，我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学会。我人生的目标真正确、真清楚，不过我的动机迄当阵是唔对。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上帝唔是我的呼召拦阻我，咱是伫管教我的心。亲像雅各书内底所讲的，恁祈求毋过无得，得为着是因为恁的动机毋好，所以是所求的，敢若是要满足家己的快乐。这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经节。有时阵，上帝替咱成就咱的计划，上帝无替咱成就咱的计划，毋是因为方向毋对，是因为人的动机错误。虽然圣经讲到真清楚，将来伫基督的审判台前要接受审判，上帝毋是干那看咱伫做啥物代志，搁较爱审查。咱为虾米安尼做？所以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爱学习伫上帝的面前来检查、来检视家己的动机。这是人真正无愿意去做的代志的其中的一个，因为人真正得检查、检视家己的动机。就爱代表家己，爱真实去面对家己，因为人常常无愿意去面对家己。咱宁愿真无用去开会、计划、行动，却无一定愿意停落来问家己讲：我内心真正的动机是啥物？其实。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会敢诚实去认捌家己，嘛只有愿意互上帝光照的人，
才会当伫基督内面成长。所以咱需要彼此勉励，挑工勇敢、诚实、审查家己的内心，检查家己的动机。咱若发现家己的动机毋对的时，需要勇气停落来，谦卑求上帝，承认家己的有限，求主怜悯，以及徛伫基督的内面，定心调整方向。所以爱审查的部分，会可能咱大家拢会当开始的，就是今仔日你食的，你迄份的食头路，迄份的工作，你为什么安尼做？我为什么要搬到这个社区来住？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服侍？我为什么跟一些人比较亲近？好像也刻意逃避另外一些领域。我为什么在上帝面前一直逃避某一样的责任？当咱愿意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勇敢将答案写下来，然后来提到上帝面前，定心调整家己。咱会一步一步发现，咱了解家己的动机，就咱会确定人生的目标是毋是甲上帝的心意是一致的。特别在服侍中间，搁较需要面对家己，来当问家己讲，我伫服侍过程中间，头仔你期待的得到的是啥物？当我做的代志无受到肯定的时，我的反应是啥物？我愿意为着家己，为着上帝旨意，牺牲到啥物款的程度？我是大心祈祷，搁来计划，还是做计划了后，然后请上帝来背书。这问题拢会当显明咱内心真实的真相。接着，咱必须思想一个关键的问题：咱的人生推动我们往前、继续往前的动力，到底对倒落来？家己姊妹，人一切行动的背后，拢有根据无共款的动力。有的人为着升迁的理由，有的人为着金钱、为着财富，有的人出于兴趣，也是理念，有的人受亲人、囡仔、朋友、同事所驱动的。动力本身无一定是歹的，因为若无动力，人就无法度往前行。总是，毋是所有的动力拢会当结出好的果子，搁较毋是所有的动力拢上帝拢看做欢喜的。圣经经过讲，要谨慎约束家己，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于财产有偌济，因为贪心会吞噬人的性命。有的人的动力的源头是怨道，是比较，一想要赢过别人来确认家己的价值。有的人的动力是受气、愤怒的捆绑，互苦毒、互报仇的心车做伊人生的动力。嘛有人因为无安全感以及惊吓即款的原因，车做伊人生往前行的动力。兄弟姊妹，动力亲像车的燃料，
会当推动人向前不过，咱若发现家己的动力不足，也是发现家己的动机已经走正的时，咱需要重新来到上帝面前，搁一摆领受新的动力，继续向前行。到底什么款的动力，才是上帝看做好的？以下有6项，第一项就是信心，因为圣经讲，照信心引出的生活，绝对唔通求满足本性的欲望。所以，当咱愿意听候圣神的引出，上帝的神就成做咱人生的导航，互咱会当行伫真理的中间，无搁偏差。第二项的动力是上帝所欢喜的，就是正直的心。正直的心真重要。保罗形容腓立比教会内底，大家拢做好的事，有人在传基督，伊会传，伊嘛传，不过有人传基督是出于怨道、出于激动的。不过保罗先是讲，有人是出于好的意思。所以证明上帝看见人传道的背后的动机，上帝看到真清楚。所以当然出于好意的，一定是上帝所接纳的。正直的心就是得到上帝接纳的原因。第三项就是需要有信心，信心亲像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咱向前的动力嘛需要信心，正确的方向去行。因为圣经记载，竟然毋是出于信心的，拢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信心真重要。第4项就是爱渴望、渴慕家己，爱诚做别人的祝福。所以我的动机毋是干那我得到好处尔，是想要互家己互别人得到福气。上帝赐福阿比拉罕的目的，是要互因因为万国拢因为伊得到福气。耶稣的一生嘛是安尼，伊所行所做的，拢是要互别人因为伊得到福气。所以咱会当期待家己诚做别人的福气。第5项就是为着上帝的义的缘故。耶稣领受洗礼的原因，毋是因为耶稣有罪想要需要悔改。圣经记载，耶稣领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是因为伊真隆重的义，真隆重的义。伊愿意顺服上帝计划。嘛，甘愿满足上帝一切的要求，虽然伊无需要，不过伊愿意安尼去做。第6项就是单纯的心去遵行上帝的话。单纯代表毋是单单感觉好、感觉对、感觉认同、感觉我同意才去做。单纯的意思是，上帝若命令，我就随去做；无明白，照命令去做；无得到个人的利益，嘛照命令去做。单纯行上帝的话。经过这6项好的动机佮动力背后的意义了后，咱搁来看伫山顶的教士的中间，有一句话真宝贵的，八福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嘛是继续想要讲的。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记着上帝。They will see God。弟兄姊妹，咱的心有清气无？记着上帝的意思，毋
是干那将来生命结束的时，伫天顶，甲上帝见面尔。记住上帝的意思，包括伫生活中间，会当逐时刻清楚领受对上帝来的呼召、智慧甲呼召。记住上帝的意思时，随时会听见圣神水微的声音。记住上帝代表领受坚定的心情。耶稣本的人讲，心清的人会记住上帝。我换一句话来讲，心若无清气，我就看无上帝啊。心无清气，我就看无清楚。动机若毋对，我声音就听无准。这时阵，咱毋是无得到上帝引传，只不过伫世俗的中间，咱的内心真正混乱，互私欲，互惊互自我中心影响，互咱无法度分辨上帝旨意，也是家己的意思。这原则伫工程去制造的领域当中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大家都是了解这个事情。任何高品质的产品，在生产以前都不需要经过极其严苛的测验、反复的验证。我举劳力士手表的 Deep Sea 系列来讲就好。这个手表不是普通的手表，它专门为潜水的人探索水底的世界而设计的。劳力士不断的研究，它手表配备了一个叫做 Ring Lock 的系统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在防水的深度达到3900米，就是12800公尺，超出了人类水肺潜水的深度。这个手表可以深入极深的水域里面，依然正常的运作。但研发这个手表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试验测试，一摆又一摆的接受试验，确定这个产品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底下依然保持正常运作。这块道理其实真简单，如果没有经过考验，外表很漂亮，外表很美观，其实是无真实的价值，甚至是无路用的。也伫即个属灵的生命嘛是共款，伫上帝要使用咱以前，咱要做好心理准备，伊可能会照伊的标准来甲咱训练。这个训练的目的，毋是互咱失志，是互咱得到更较清气的动机，毋是想要消灭咱的热情，反倒因为这款的试炼，会当互咱更较肯定对上帝坚定的信心。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咱得到用的伊来欢喜。上帝的心意是所有人会当顺服伊，享受生命，活出热情，为伊做感情。另外，伊嘛用伊的旨意，将无共款的文字、材料、能力，授予互咱，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伫教会内底，无共的角色，毋是伫遮竞争的，应该是彼此配合，来去做上帝的身体。
所以圣经有记载讲，伊所修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师，是要为着圣徒招边来做采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来成做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的去伴。所以咱人生上重要的操练的其中的一个，就是爱保持清气的动机，随时调整咱的脚步，甲上帝的心对齐，坚守坚持来。顺探上帝的旨意，不过这项代志需要教会兄弟姊妹常常彼此勉励。这个毋是一个意愿尔，毋是一天两天就会完成，需要大家来配合，大家来打拼，长时间调工来操练，亲像参加迄个。马拉松的赛跑一样，你去参加报名去参加比赛，你若无耐心接受训练，结果通常拢真惨的。若一个人无运动的习惯，饮食嘛无正常，一去参加比赛，等到比赛开始，虽某一头脑很想要完成。我很想要得冠军，很想要完成这个马拉松，结果伊的身体无法度配合，因为体格优顽，还袂接受塑造。咱甲上帝关系嘛是共款，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毋是靠一次仔的感动，是靠大家一摆搁一摆的顺服，一摆搁一摆的操练。一摆搁一摆的节制，一摆搁一摆学习听上帝的声音，准备好，互上帝来使用。了解动机，保持清气是真重要的，因为咱的人生的目的，毋是要完成家己的梦想，是要完成上帝伫地上的旨意。最后。为着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去做健康以及有能力的教会，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运用咱无共款的本事、才能，逐人照家己的良心甲信心，伫上帝面前真心服侍。圣经记载，专心致意去做，互众人通看到咱的进步。圣经嘛有记载，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像的恩赐。宣讲信息的人，就符合信心宣讲。服侍的人要专心服侍，教导的人要专心教导，劝勉的人要专心劝勉，救济的人要慷慨，领导的人要热情，做慈善的人要甘心乐意，听要诚心诚意。就万分派坚持好，这毋是分工，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呼召，需要用热情以及活泼的生命来完成上帝交托互你的迄部分。约翰福音第2章有记载迄条婚礼。酒用了的时，耶稣甲兄的妻用讲，就
遮个水暗，水拢倒到满。表面上，找因听到即个命令是完全无合理的。不过，耶稣的命令却是对找因一个信心的考验。迄个找因圣经无记载，圣经记载一无怀疑，嘛没有讨价还价，找因就全心顺服，结果。遐个原本平凡普通的水，竟然变做分类需要的酒。这就是耶稣伫地上所行的第一项事件。耶稣伫今仔日嘛有愿意行事件来证明伊甲教会同在。只有咱愿意，亲像一粒个水暗共款。将家己完全献互主，互主来充满，伊就会当伫咱平凡的生命中做出超过平凡的代志。咱会当亲像青鹰共款，甲上帝做伙同工，完成上帝伫地上的使命。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会当互生活的每一项选择的中间，拢会当有勇气去检查、去审视家己的动机。若走真，来到上帝面前定心来调整；若欠缺动力，嘛求上帝怜悯，互上帝国的使命，成做咱人生上大。上重要动力的基础，请诸位来祈祷。祈求上帝求你来帮助，互每一个人会当领受对圣神来的提醒。咱常常伫上帝面前来检视家己的动机，互咱会当领受心清气的心，互咱会当得到记着上帝的恩典，伫生活中常常逐工。会当体验上帝奇妙的作为，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杜牧师给咱大家劝勉一年四季在于春咱2026年拄仔才开始的那之前杨牧师。甲咱劝勉讲，往前行，我们要朝着标杆直跑。感谢杜牧师今仔日，伊过来劝勉咱大家，正确的目标虽然是重要，但是这个往前行的动机动机嘛是共款重要，因为咱最后佫是要到咱的上帝面前，然后来交账。上帝是监察人心的嘞。感谢杜牧师甲咱的提醒咱三角起立来吟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吹着吟诗。我。
高洁玲的姐妹，请她站立，她在后面。第二位是接姐妹，她伊是新力长老的侄女欢迎他两位来参加待会我们主日结束，大家可以再跟他们多聊一点。那我来报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周报打开那刚刚属红的部分甲属会的人数，咱大家来看那本会的消息第一个是咱2月7日要举办合会咱的会员大会咱的名单已经伫咱的后壁的招待桌上咱家己去看确认你的是不是名有伫顶头合会迄天咱有成人的洗礼有要洗礼兄弟请你甲牧师也是咱的干事来报名。第二点咱教会典礼组的同工你下晡1点的时阵要开会请同工来准备心来参加。第三点是咱今年新的一年咱奉献地有分做2种一种红色，一种蓝色的红色是咱台语堂用的，蓝色是华语堂用的但是有时你可能会临时变去参加华语堂迄时阵咱麻烦大家甲你红色的奉献袋摕去3楼就用的。你若阵决定要固定你别个另外华语堂的时阵再甲干事也是甲会议来反映伊就换个奉献袋第4点是咱后礼拜主日后1点的时阵幼儿园要开当事会咱请有关的同工预备心来参加当事会了后，佫要开小会第5点是咱3月开始咱台语堂甲华语堂要同步进行那9点到9点50咱有祈祷会10点开始是咱的礼拜开始礼拜了后，咱有成人的主日学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第6点是咱大家小组的小组长同工今仔日都要甲咱旧年的咱的事工的报告，甲今年的事工的计划来提出因为咱合会手册有需要把这资料准备好大个咱看关怀大道的部分咱就为你厝调用的甲你带伊的兄弟来为伊祈祷那奉献的部分那请大家来看后顶台，请甲干事也是甲会议反映那再来请OK， 那咱就开始用奉献来对今仔日咱的主日的信息的回应请书签的同工就会。
后台湾咱已经平安咧。